骨绑架。大家好，我叫念祖，我想要教板炸第一段落，就是2个8的动作。我先跳侧面跳一次，有2个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先跳1个8，然后我先教前面第一个动作，就是前后左脚、右脚在后，然后教他换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然后就是双手握紧并拢。往下蹲低，然后就开始跳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就是第一个8的动作。第二个8就是双脚张开蹲低，2手开，然后1、2、3、4，手往外支，然后就要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就是第二个8的动作。注意的就是尽量身体是蹲低，还有手要并拢。这样侧面，然后脚要交换跳。大家好，那么唱马梦胖，欢迎来到阿美主导教室。今天第一个动作就是马上要有那个马上的感觉，我来示范一次啊。第一个动作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。马上会了，再来第二个动作，右脚打开，手这个的部分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卷冰淇淋吗还是卷毛巾，不知道，所以是5N6。下一个动作是屁股4个，屁股4个加手 N1、2、3、N4。OK， 会了吗？大家，好，彼此走入教室，到此结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祖林。我要教第一个动作是拉弓箭，看好喽 ，1、2、3、4，就像一个勇士在防御的那种姿势，这样拉打拉打，是不是很有 power 呢？那我要教下一个动作。这是原住民的撒网的动作，就这样打出去，打回来 ，1、2、3、4，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乡民。相信大家都看完前面3集的表演了。那接着下来，我要教下面的动作喽。那首先呢，我先示范我们接下来的动作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3、4。好，我们接着下来分解动作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做踏步的动作。那我们踏的是我们的右腿，还有我们右边的大腿。1、2、3、4。好，接下来讲解上半身的动作。首先，我们先让大家闻一下，接着叫大家闻，然后再踏一步，保护你幼小的心灵。好，所以接起来做的是闻一下，保护心灵。好，接着下来要抓星星哦。接着下来踏你的右腿，抓星星，再踏一步，转身露出背部的线条，然后看着镜头。接下来再转过去，准备零的转移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你学会了吗？我是阿洛凯丽班群啊。接下来呢，我要教大家，因为很紧张，因为我本身要教大家一个我们这个绑架这个舞蹈当中最训港、最好看的一个最 sexy 一个的动作。
也是传说当中的 Beyonce 会跳的舞蹈，就是这样垫步，很好。然后通常我们都会这样垫，会有一点点斜，懂没有？这样子虽然看起来有一点点部落的感觉，但是原住民最近流行部落时尚风，就是当你家的头就树，我刚才讲就树啊，就是树啊。如果你加了甩头的动作的话，而且那个头的动作要分解一下，这个头的动作如果加一点点 wave 感觉啊，就是会有一个 wave。所谓的 wave 就是说 WAVE。对，没有错 ，That's right。那 wave 的动作是怎么样的 wave 呢？头的一个 wave。对，对。女生甩头非常重要，因为女生有长头发，但男生甩头也很重要，是因为它代表一种性感。比如说女生甩头，这个我们的舞蹈老师小兰特别交代我，她说不管女生的甩头怎么样出去，头发怎么样乱，回来还是要有原来的样子。不管头发到最后是怎么样，你还是要回来原来的样子。示范一下，原来的样子。没有关系，这个精神一定要掌握到。1, 2, 3, 4， 1、2、3，转身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教导这个精华液的部分，这个是最精华液的一个动作。首先，我们先跳一次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 and 4。这个 pose 呢，代表了我们阿美勇士坚韧不拔的毅力，还有我们充满繁殖力的这个能力。这是我们最重要的阿美勇士的一个 pose。接着下来教导前面的动作。前面的动作，首先我们先教脚步的部分。一开始呢，我们先抬我们的左脚抬起来，然后遮住你的膀啊，再抬一次。这个时候要给大家看你的膀啊。6、7、8。好，我相信动作太快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倒带回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慢动作，7、8。中午的上旋上从开始上旋上旋上旋，看，3个，起立起立，动作，会不会立正？大家好，我是 dancer 的小兰，我也是阿 miss。然后这一段呢是非常重要的副歌，它这个手势呢是代表海浪的意思，律动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请注意脚步，跟那个上身律动的地方，还有手海浪的部分。这个动作呢，就是男生尽量蹲低，但是也不用那么低，他们这样过于低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个正常的部分，来5、6、7、8，很好。接下来的部分呢，是一个大合体的部分，就是代表我们原住民非常团结的结合的部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对，好，到那个8那个穿进去的地方就好了。对，这就代表呢，就是我们非常团结，我们都心连心连在一起的意思。体连体，曲连曲，我们阿美族就是一个这么团结的。熏连熏，这么曲连曲，这么团结的团体。然后我们再做一次，来这个吧，5、6、7、8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体连体。好，继续哦，继续，我们下一个把它开始来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不要动。你们看到他们的手掌跟手掌心就是要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，就是代表我们体连体的那个决心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接下来这个12的部分就要开始进来了哦，5、6、7、8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。所
所以大家都清楚分解动作了吗？我们现在来完整的跳一次，来 5, 6, 7, 8。一束酷棒炸。